造逃哦，快回来！回去，快回去！你不回去没关系，这边都有录影。你撞到人，快点回去！你造逃，你的问题更大。你一样，你是肇事者。4点外走出来，迄阵啊半暝啊，啥物因咧困，无人知影伊出去。他的前夫是说，他4点多出门。我妈是坚持伊讲伊4点外，啊伊讲迄阵啊3更半暝人咧困，伊根本毋知影伊出去。啊，伊讲伊出去要创啊？无，伊就讲伊毋知影伊出去啊，啊嘛毋知影伊出去要创啊。他先生就是说他不知道。他说要去找你，是谁说的？他先生说的啊，他先生的妈妈先打来的啊，然后刚才我听他先生也是说他去找你，他是要来找我的。啊，那么晚了，他怎么可能骑车去预警？啊，我就是说没有可能说一个做妹妹的要来找我，他不先跟我讲，而且3更半夜，请问他要去哪里找我？好，那另外就是说，妹妹最近是没有在工作嘛？最近没有吧，他的身体我也不知道，因为他好像怎么说前夫希望他去工作？因为经济问题吧，因为先生可能拢有争吵，这嘛可能嘛是伊离婚的原因吧。所以2个应该拢上得起，基本上上得起。他们就是都是住在家里啊，住在他先生的家里啊，然后经济来源是先生，应该是先生啊。啊，这个先生在做什么？我妈妈也嫁进，这先生在做啥？我不知道，之前是清新的送货员。跟我骑在那个女生后面，然后那个时候已经绿灯，我们都直行。啊，他一过路口的时候，马上就被那台小客车很快的飞过来那个碰撞，然后他就飞出去了。他飞出去之后的话，我原本就想说，要去看那个女生的伤势，啊，停下车看，本来要停车了，啊，看了一下，然后结果我发现他们车门打开。然后就直接往前跑，我就是手机就变成要拨电话，变成要那个就是转录影，直接去追上去录。只是因为说我都有拍到人，只是说我看到那个男的，那个驾驶好像要回头了，我也看到有警车去那个方向，然后我就跟着回转，只是没有想到说他就是假意回头，然后就不见了。我蛮后悔这件事情，然后就协助警方去侦办这件案子。所以这3个下来就是往旁边四处逃窜吗？对，他们就是往那个民权路的方向逃窜。巷子里面吗？那时候是大马路，所以旁边好像也没什么巷子只是说那一对那个乘客一男一女，他们跑的方向不一样。他们有去看那个死者吗？都没有看，对，就直接走了。今天18日的凌晨1点左右那有一部自小客车，它是由中华西路那个南向北的方向那个行驶到民生路口的时候，那闯红灯撞上一部重机车以后，那自小客车撞上附近的施工围里那驾驶跟车上的乘客2男1女逃逸，那重机车的骑士那送医不治死亡。那请问目前这边那个肇逃的嫌犯有锁定的吗？那我们警方经查该部自小客车是一部租赁车那目前警方已经通知那个车主跟租赁车的车行到场说明那也积极在追查肇事的车辆驾驶跟乘客。所以他们是徒步离开还是有人接应？目前是徒步的离开，所以目前警方正在积极的那个追查中。